乌鸡和沙鳖联手献映。这是山川与河流的双剑合璧。太河人称霸王别姬。太河是全国原种乌鸡的发源地，我们的乌鸡蛋也上了太空了。沙鳖子是全国只有我们太河，就像乌鸡一样。为了掌握沙鳖子的第一手动态资讯，李胖子把早酒店开在了菜市场旁边，挑战食材和炒锅之间的最短串联。如果你不在菜市场的早酒店，失去了那种早酒的那种意义了，没有那种现宰啊现杀那种感觉。第一个是新鲜，最美味的第一道食材；第二点就是一个新鲜。沙鳖子，一种长不大的小甲鱼。它长不大，它只能这么大。虽然体型不大，但却有宽厚的裙边，炖煮时能够有丰富的胶质，肉质细嫩，但味道老道。肉质的话，它是比较嫩的那种，又鲜又甜。